如果你最近去過澳門，你有冇發覺嗰種陣除變晒？唔係講緊啲空氣，係講緊嗰種浸喺骨子裏頭嘅淺味，好似淡咗好多。以前你一過咗關，嗰種紙醉金迷、橫財就手嘅氣氛係撲面而嚟㗎，但而家你只會見到一間又一間嘅老牌酒店，竟然喺度排隊宣佈離場。最震撼成個社交圈同財經界嘅，莫過於連英皇酒店都正式宣佈要指示離場，將經營咗咁多年嘅博彩業務交返出嚟。大家要知，英皇唔單止係一間酒店，佢背後代表嘅係楊受成博士，係香港嗰種最硬淨、最識睇風向嘅老牌實力派。連佢都話唔玩，你就知澳門呢鋪棋已經行到去一個歷史性嘅轉折點。2025年對好多澳門人同埋香港嘅大老闆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凍入骨髓嘅寒冬。單單係呢一年，已經有4間大名鼎鼎嘅衛星賭場接連倒閉。以前我哋話馬照跑，舞照跳，而家係場照收，人照散。究竟發生咗咩事？點解喺洗米華入咗冊之後，成個澳門博彩業好似俾人抽乾咗水分咁？今日我哋唔講啲虛無嘅數據，我哋就嚟拆解下呢場澳門博彩業嘅大洗牌，到底係點樣將香港呢班大佬們逼入窮途末路？我哋先嚟講下呢間英皇酒店。如果你係老澳門，或者係成日過大海抌波拿嘅香港人，你一定會記得英皇門口嗰兩排着住紅衫、戴住高帽嘅御林軍，仲有大堂地板下面鋪住嗰78塊9999純金金磚。嗰陣時幾威，行入去真係覺得自己係皇帝。但係喺2025年，呢種威風已經變成咗歷史。英皇正式對外宣布，因為同博彩中介人，即係我哋俗稱嘅搭馬仔合作模式徹底崩潰，加上新博彩法嘅修訂，令到佢哋呢類衛星賭場嘅生存空間被壓縮到0。呢個決定其實係一個好強烈嘅信號。大家諗下，楊老闆係咩人？佢係喺商海浮沉咗超過60年嘅老狐狸。佢最叻係咩？係避險。當佢都覺得呢盤生意冇得執，要寧願賠錢，裁員都要斬纜嘅時候，就代表澳門嗰套舊有嘅靠貴賓廳撐起半邊天嘅玩法已經正式死亡。2025年，澳門嘅街道上少咗好多黑色嘅保姆車。以前你喺新口岸一帶，周街都係呢啲載住豪客嘅車，而家呢，好多都變咗做接送遊客去食葡撻、去大三巴影相嘅接駁巴士。成個2025年，我哋眼睜睜睇住4間賭場除咗英皇，仲有其他幾間喺新口岸同埋路氹邊緣嘅老牌場，一間接一間咁貼出告示，話要轉型或者直接結業。呢啲場以前係專門服侍嗰啲一鋪一球嘅大豪客，而家呢啲豪客去咗邊？有人話去咗新加坡，有人話去咗菲律賓，更多嘅係因為內地嚴打跨境賭博，根本出唔到嚟。以前澳門嘅博彩收入有超過50%係嚟自貴賓廳，而家呢，跌到連10%都未必有。呢種斷崖式嘅下跌，係連一班喺香港呼風喚雨嘅地產大亨、社團猛人都預計唔到嘅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一定要提一個名，洗米華，即係周焯華。自從2023年佢被判咗18年之後，成個搭馬仔行業好似俾人攞走咗靈魂。以前大家覺得洗米華倒台只係一宗個別案件，點知呢個只係個開頭。緊接住落嚟，陳榮煉、紀曉波，一個個以前喺報紙娛樂版同財經版都係神級人物嘅大佬，全部銷聲匿跡。2025年，如果你喺澳門街頭問人，仲有冇搭馬仔介紹，人哋會當你係公安或者係傻佬。點解？因為新嘅博彩法已經寫得清清楚楚，博彩中介人唔可以再同賭場分成，每間中介人只可以服務一間承批公司，而且唔可以私下搞到底面。呢條規矩一出，基本上係斷咗所有搭馬仔嘅財路。以前佢哋賺嘅係佣金加抽成，而家變咗做死人工，仲要承擔極高嘅法律風險。如果你係搭馬仔，你仲做唔做？搭馬仔嘅消失帶嚟嘅係連鎖反應。大家要明，澳門以前嗰種繁榮，
其實係建立喺一種信用體系上面。大佬帶客嚟，賭場出馬，客人返去先找數。呢種玩法充滿咗灰色地帶，但亦都係流動性最驚人嘅地方。而家呢種信用鏈斷咗，賭場要求所有嘢都要現金化，或者係經過嚴格嘅銀行監管。你想喺香港攞幾千萬過嚟賭，對唔住，過唔到關。你想喺內地劃火柴咁劃錢過嚟，更加唔使諗。呢種環境之下，以前嗰啲靠貴賓廳供養嘅衛星賭場，即係好似英皇呢類，就變咗第一批犧牲品。佢哋規模唔夠大，唔似得金沙、銀河咁有咁多非博彩設施，可以靠演講會、靠商場嚟填補。佢哋唯一嘅收入來源就係嗰幾張賭台，而家賭台冇人坐，水電費、人工、政府稅收仲要照俾。2025年嘅4間賭場倒閉，其實係一種自然淘汰，亦都係一種血淋淋嘅警告。呢場寒冬，受傷最深嘅除咗係澳門本地嘅從業員，仲有一班喺香港嘅大佬們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呢2年香港好多老牌富豪嘅財富縮水得好勁？以前佢哋嘅家族辦公室，總會有一部分資金係投放喺澳門嘅博彩股，或者係直接投資喺啲衛星賭場，甚至係搭馬仔嘅公司度。點解？因為回報快，現金流強。但係2025年，呢啲投資全部變咗做負資產。以前佢哋去澳門係去巡視業務，係去同各路英雄飲酒講數。而家佢哋去澳門，可能係去商量點樣將啲物業抵押，或者係點樣處理手上嗰啲已經冇人接手嘅債權。有一位喺香港地產界好有名嘅大佬，佢家族喺澳門其實持有一間好出名嘅衛星賭場，以前每個月純利過億，係佢哋家族嘅提款機。但入到2025年，呢間場每個月蝕幾千萬。佢想賣，但冇人接；想關，但要同政府交代，仲要賠償一大筆員工遣散費。呢種進退維谷嘅局面，正正係而家好多香港大佬嘅寫照。佢哋面對嘅唔單止係澳門生意嘅失敗，仲有香港物業市場嘅低迷，兩面夾擊之下，呢個寒冬真係好難捱。2025年3月，我喺澳門一間差唔多要結業嘅賭場門口見到一個景象。以前門口係停晒勞斯萊斯，而家門口竟然停咗幾架外賣電單車。呢個對比真係好諷刺。入到去，燈光依然係咁燦爛，地毯依然係咁厚，但係大廳入面莊家仲多過賭客。一個莊家對住一個空位，喺度機械式咁洗牌派牌，嗰種落寞，你真係要親眼見過先會明。以前嗰種喧嘩，嗰種大嘅叫喊聲，好似已經隨住洗米華嘅入獄一齊消失喺空氣入面。有人會問，咁澳門係咪就咁玩完？其實又唔係。澳門政府而家嘅策略好明顯，就係要去博彩化。佢哋想將澳門變成另一個拉斯維加斯，唔係以前嗰個賭城。而家嘅拉斯維加斯博彩收入其實只係佔咗一小部分，其餘都係靠演藝、展覽、美食。但係問題嚟啦，轉型係需要時間，更加需要錢。對於銀河、金山呢啲大莊家嚟講，佢哋有排等，有本錢輸。但對於英皇，對於嗰啲細場，對於嗰班依附喺貴賓廳體系下嘅香港大佬嚟講，佢哋根本等唔到嗰一日。2025年，佢哋要面對嘅係現金流斷裂，係信用破產，係一個舊時代嘅終結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香港啲電影成日拍賭神、賭俠，嗰種喺賭台上面一擲千金、英雄做時勢嘅感覺，其實係反映緊8、90年代，甚至係2000年代初期澳門嘅野蠻生長。嗰陣時，只要你有膽識得幾個人，你就可以喺澳門揾到大錢。搭馬仔呢個制度係澳門獨有嘅產物，佢係潤滑劑，亦都係加速器。但係任何野蠻生長嘅嘢，最終都要歸於規範。2025年嘅大洗牌，本質上係國家要將澳門納入一個更健康、更受控嘅體系入面。以前嗰種靠洗錢、
靠灰色收入撐起嘅繁榮係不可持續嘅。呢一點中央睇得好清楚，只係好多大佬仲沉尿喺舊夢入面唔肯醒。喺2025年呢個寒冬入面，我見到好多大佬開始變賣資產。以前佢哋喺中環買商廈係唔眨眼嘅，而家竟然要攞出嚟拍賣。以前佢哋喺西半山嘅豪宅係用嚟招待貴賓嘅，而家要急住揾買家接貨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喺澳門嗰邊嘅大水喉斷咗，一個月幾億咁輸，邊個財團頂得順？更何況而家係利息高企，全球經濟放緩。2025年係一個大家都要認命嘅年份。認咩命？認呢個世界已經變咗，靠偏門、靠制度漏洞揾錢嘅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。我曾經同一個喺澳門做咗30年嘅老搭馬仔傾過，佢2025年正式退休，其實唔係退休，係失業。佢同我講，以前最輝煌嘅時候，佢手上嘅籌碼流轉量一日就超過1億。佢住嘅係皇朝區最貴嘅豪宅，開嘅係全澳第一架限量版跑車。但而家佢要考慮嘅係點樣將手上嗰幾層物業供落去。佢話以前我哋係幫人使錢，而家我哋係使自己嘅眼淚。呢句說話雖然誇張咗啲，但係反映咗成個階層嘅落差。搭馬仔呢個詞將會慢慢變成歷史博物館入面嘅一個名詞，後生一輩可能都唔知呢啲人係做咩嘅。英皇酒店嘅離場只係一個序幕。2025年剩低嗰幾個月，或者去到2026年，我哋會見到更多熟悉嘅名字消失。呢個唔係末日，而係一場大換血。澳門會變得更規矩，更適合一家大細去旅遊。但對於嗰班想喺度尋找一夜致富夢，或者係想搞啲灰色交易嘅人嚟講，呢度已經變咗做一片死海。2025年對好多香港大佬嚟講係一個清算期。以前借落嘅債，以前行過嘅灰色路，而家都要一一償還。呢個寒冬唔係多着2件衫就過到，而係要斷臂求生。你睇下楊受成，佢走得快，起碼保得住主體業務。嗰啲仲喺度死撐，仲幻想緊搭馬仔會捲土重來嘅人，可能最後連底褲都輸埋。呢場戲仲有排演落去。2025年4間賭場倒閉，2026年又會有幾多間呢？或者到時我哋已經唔再叫佢哋做賭場，而係叫娛樂綜合體。嗰種賭徒嘅狂熱，嗰種搭馬仔嘅豪氣，已經隨住洗米華嘅背影消失喺歷史嘅長河入面。呢個世界永遠唔會等一個落後於時代嘅人。大佬又點？有錢又點？喺大勢面前，每個人都只係一粒微塵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一件事。2025年2月，有一間喺路氹嘅賭場舉行咗最後一晚嘅告別派對。嗰晚，佢哋請咗好多以前合作過嘅搭馬仔同豪客，大家冇賭錢，只係喺度飲酒，講以前嘅威風史。當晚凌晨12點一到，賭場嘅霓虹燈熄滅嘅嗰一刻，現場冇人喊，但係大家都好沉默，因為大家都知呢盞燈一旦熄咗，就唔會再開返。以前嗰個可以隨便執金嘅澳門正式收皮。所以如果你問我2025年係一個點樣嘅年份，我會話呢個係一個回歸現實嘅年份。香港嘅大佬們要學習點樣做實業，澳門嘅博彩業要學習點樣服務普通遊客。搭馬仔，佢哋可能要學習點樣做保險，或者做直播帶貨。呢個就係時代嘅巨輪，轉得慢嘅就會俾佢剪碎。2025年3月26號嘅今日，我企喺尖沙咀碼頭望向對岸。以前呢度嘅夜景，好大程度係由呢班喺澳門賺大錢嘅大佬撐起嘅燈火。而家燈火依然，但入面嘅主角已經換咗。英皇、洗米華、衛星場呢啲名將會變成我哋茶餘飯後嘅談資，亦都係一個時代嘅墓碑。寒冬之後或者會有春天，但嗰個春天已經唔再屬於嗰班舊時代嘅大佬啦。我哋繼續睇落去，
睇下呢場大洗牌之後，邊個可以喺廢墟入面企返起身，邊個會徹底變成歷史。澳門呢個以前嘅東方蒙地卡羅，而家正喺度經歷緊佢出生以來最痛苦，但亦都係最徹底嘅蛻變。呢場大龍鳳，我哋每個人都係見證者。